Follow 案件事務所，案件解構，申請自住按揭後出租單位會唔會犯法？大家好，歡迎收睇 Follow 案件事務所。如果大家喜歡呢個頻道，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我哋影片。今集我哋分析4宗真實案件，但你睇清一個重要問題：申請自住按揭之後，如果出租單位會唔會構成刑事詐騙？4宗案件時間線回顧，我哋先睇下4宗案件嘅時間脈絡。第一宗，保險代理黃顯寧案，2020年2月買樓聲稱會自住，申請80%按揭。2020年8月起長期出租單位，至2022年銀行查詢時仍話自住。2024年12月被判監14個月，並被充公70萬租金。第二宗，消防隊長許智峰案，2020年4至7月期間辦理按揭成交當日即安排出租，冇通知銀行。2023年10月被判監10個月。第三宗，七警冼黑錢案，2025年1月2名休班警員因為七警冼黑錢案，同時被財富調查組以詐騙罪拘捕，懷疑以自住按揭買樓後出租，案件仍在調查中，未正式起訴。第四宗，地產代理趙家威案，2016年及2020年分別申請自住按揭購買2個單位，實際上2次都出租單位，仲要求租客提供水費單以證明自住。2023年被判監16個月，並充公107萬租金。控罪定義與法律要件，4案都涉及到竊罪條例第210章第16A 條。即欺詐罪，根據法例，欺詐罪必須符合3個條件：一、作出虛假或誤導性陳述；二、有意圖令他人蒙受損失或令自己獲得利益；三、他人因該陳述作出財產安排，例如批出按揭。4案中全部被告都聲稱物業會自住，但實際用作出租，有啲仲刻意製造證明，例如要求租客提供水費單辦自住。法院認為已構成蓄意誤導銀行，屬於刑事詐騙。4案比較簡介，我哋再總結4宗案件嘅情況。通知與否同埋判刑結果，法官觀點與判刑考慮。黃顯寧案，法官話佢長期隱瞞，回覆自住嚴重違反誠信。許智峰案，法官指出成交即出租，證明一早冇自住意圖，屬明顯誤導。趙家威案，法官指出佢不但出租，仲安排租客轉水費戶口辦自住，屬有組織及預謀，刑期自然更重。法律總結與風險提醒，再講清楚，出租唔一定犯法，關鍵係誠信與透明。如果你原本真係打算自住，後來因為家庭工作調動出租，只要有書面通知銀行，屬民事違約，唔會構成詐騙。但如果你一開始就打算出租，仲聲稱自住又冇通知，甚至虛構證據，就可能構成刑事欺詐，最重可判監14年。Follow 小建議，申請時誠實申報用途，若用途有變，即時書面通知銀行，用掛號或 email 更穩妥。保存通知副本、租約發送記錄等證明。遇到查詢唔好亂答，記得揾律師。最後留返啲案中疑問俾大家討論，睇下會唔會又成為案中嘅疑點及可辯解理由呢？如果業主一直都係用同一間銀行收租金，冇遮冇掩，係咪真係有心呃銀行？銀行幾年嚟照收租金，如果明知又冇出聲冇查問，咁銀行又係咪完全冇責任？有人交咗通知，但冇掛號冇回執，自己以為銀行收到金係欺詐，定係只係誤會？銀行文件寫用途變咗，要盡快通知，但冇講清楚限期幾耐，點樣通知？呢啲含糊條款係咪真係可以用嚟告人？一個人原本真係打算自住，之後因為家庭或工作轉變出咗租，咁又應唔應該俾機會補救，而唔係一刀切話佢犯法？你又點睇呢啲情況？歡迎留言講你嘅諗法，或者分享下你身邊朋友類似經歷。我哋係 Follow 案件事務所，透過真實案例帶你解構法律灰區，守護你嘅風險邊界。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 我哋影片，我哋下集再見。